欢迎收看《山歌从来闹连连，穷下糖果安乐线》。大家好，我是罗欣欣。世上为糖多，年迈祖宗田，梦梦祖宗年俩计划。在客家山歌嘅歌词地图啊，让世上为做得地道客家人系只唔忘本嘅民族哦。在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邀请到几位歌手呢，佢哋就来分享用版用嚟客家山歌来传承安样嘅精神。从下来欣赏今日嘅节目。
闹热大擂台嘅冲抢组第一位嘅擂台主哦，辜福光先生。阿福帮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係辜福光。阿福帮我想问你啊，因为我哋你开始唱山歌嘅時節係因為你阿妹嘅關係，咁做得讓我啲故事讓我哋講一下麼？我係落愛兒，在民國68年到69年中間任何就係唐山歌，透過冇了山歌班。也冇個錄音帶，個唱賣唱片，個舞嘅唱片啊！我就老來講，我賣唱片本彈好麼？我來講，佢冇去彈個唱片啊，佢彈即興演唱啊！冇辦法啦，我講我想辦法看啦，到尾是羅浮橋3年強嘅肢體班，問佢講，你會愛啲山歌麼？佢講會，家下3年強還冇當老年，我講愛，得暗部唱兩屆職業嘅唱山歌歌手咧，了唱山歌，你哋梗係3年強會鬧熱起來，佢就講好啊，真是得暗部愛下班轉來。是包呀是現在好是同俺們唐山歌，家下特熱在俺們去唐山歌嘅時節啦，是幾多唱平板啊山歌子羅山歌九腔18調乜嘅歌，佢都是唱俺是把它的旋律唱譜入耳咧，但是唱乜嘅俺唔得就愛冇歌詞啊！所以你咪唔知解羅山歌平板小調了了音的。就因為我咩講佢係我就日本時代出世就係咪娛樂個娛樂我想彈你唱山歌，媽媽要聽我唱山歌啦。我講我睇過很愛很卡上，卡上我唔會唱山歌媽媽講我啦嘢唔好，我想愛乜嘅，你說不愛滿意我講好啦，聽日我家下下來是前面嘅都唱山歌嘅原因拜託你唱兩首山歌不愛佢講冇問題唱兩首山歌我聽日上班我是那排到當宿。今日窮人下班轉來窮人食飽洗先好在我哋去唐山歌唐嘅時節我哋有講如果我想彈你唱山歌我講卡生我叫你有準備咧從來也唔是唱過山歌因世界兩首嘅山歌我跑到當宿我是上台唱是老個天呢播到密密茫茫唱詞特熱我咪唱係愛唱我是唱個兩條添咁就當厲害咧咁撒下來你係唱乜嘅歌曲？撒下來我唱羅山歌。羅山歌好，師傅謝謝。咁我哋就來欣賞辜福光先生當入故事性嘅山歌哦。
啊，张
一首下传统嘅客家小调罗渐渐化，系涂一林先生带来嘅哦。涂先生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涂一林先生，我想请问你哦，哈，请说。一般吼，我哋西双糖度嘅系渐渐化，用班就我兴趣按到罗渐渐化。根据我去熟悉嘅资料在客家委员会有出一本书，佢讲你路渐渐化，係福佬嘅民國，以做嘅海菜茶、泡菜茶、海菜茶嘅很盛行的时候個海菜茶咧，香港版海菜茶，嗰細伢子都台當充過啊，有一隻珐琅，然後有綁着那個絲帶，然後長長的，其實看到那隻先生那隻頭家，然後他對他有意思的話，其實將個珐琅底度就裝個鹽啦、糖啦，然後海鬼安尼或者海菜茶拋過去，也是要討賞的意思，或者他要找他對唱，然後有3人呢，然後一下子拿不定主意，其實創了漸漸化。後來呢，佢喺台上嘅團員嘅調，就將呢書嘅路漸漸化，然後嘅取掉，拿聲音嘅古人嘅歌詞納落去，然後呢，搭團就加嘅漸漸化，所以很多路漸漸化。哦，所以其實佢嘅歌詞係強揚嘅，不過你係曲調冇強揚甜甜。係曲調冇強揚，我都漸漸化呢，我就被唱高過人哋賴碧霞賴老師，佢講漸漸化沒有什麼意思，就是歌詞跟歌詞的橋梁的連接詞，唔係冇乜嘅意思，唔係講哎呦漸漸化拿漸刀嚟漸化，唔係安尼。哦，唔係咁嘅意思。就是一個連接詞。然後你個拿哎呦嘅意思強揚。哦，希望先生讓你上一課哦。沒有，我也是去收集資料安尼，係熟悉。你唱歌，你資歷20年啦，你要唱高嘅30-40年、40年嘅先生。哦，所以先生就係冇強揚，唔係啊，平常時唱歌啊，咁就好咧。就啲故事啊，你係愛啲，還有愛啲講啲用辦去唱出來哈。上下學生就會問你講，我啲首歌係用辦什麼由來，你就來講啊咧。係。撒哈雷先生係帶來乜嘅歌曲？三個字。三個字哦，三個字了解先生愛唱嘅歌詞內容係乜嘅？三個字係我2010年參加歌詞比賽，拿到佳作嘅移民亞嘅故事啊。所以係歌詞地圖全部係寫了移民亞嘅故事。對。剛剛你就唐先生咧唱了移民亞嘅三個字哦。什麼主持人？剛剛你就實實咧欣賞了三個字。